大家好，我係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許以山校長，好想介紹一下我哋學校。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係一間基督教嘅學校，所以我哋一路都係用基督化嘅精神去教導我哋嘅學生。最重要，我哋都教導緊我哋嘅學生要有愛，所以我哋都係每一個學生，佢哋都能夠去彰顯到基督嘅精神，去以愛去共融，去關愛我哋身邊每一個人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學校嘅課程。我哋學校嘅課程有好多自己嘅特色嘅課程，譬如中文科裏邊，我哋混合咗戲劇教育，而且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校本嘅寫作嘅課程。英文科除咗一個自己嘅校本寫作課程之外，近年我哋亦都發展緊一個混合式教學。另外，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學校好特色嘅課程，叫做生命教育嘅課程。我哋透過生命教育去讓學生能夠從天、人、物、我四方面去學習，讓老師以生命影響學生嘅生命，讓佢哋能夠明白生命裏邊嘅價值同埋意義。